来看检察官陈龙祥几天前，因为侦办军仔球协会侵占公款案互检察院单起移送，最后是无受到顶戒。后来检察院又搁第二届提出单起，今仔判决嘛是毋免顶戒。陈龙祥是表示感谢，嘛望讲检察院的检察委员莫搁上诉咯。因为七度有功劳，得到中央首长检察官陈龙祥伫中华地检庭内侦办曲棍球协会侵占公款案，不过调查结果互检察院认定办案有欠点，提起弹劾。经过顶界法院审理了后，初三判决无受顶界。陈龙祥为对曲棍球协会相关人员涉犯图利罪嫌实施侦查，虽然有为师，但并非情节重大。至于监察院对于陈龙祥移送的其他事实，合议庭均认为不构成为师。专案引起讨论是前立委段奕康指控前立委林聪敏伫担任曲棍球协会理事长涉嫌诈领公款，不过陈龙祥调查了后，伊无起诉处分。迄当时担任秘书长的李淑慧也得到原起诉。检察院认为，伊疏漏伪造囡仔英文等犯罪事实，违反办案定书。伫头一摆弹劾了后，已经得到无受顶界确定。这一摆搁互弹劾，虽然只无法定认定无违反这件代志，无过受理原则，不过涉负猥亵部分，情节并无重大。如何去适用法律，当然我们整个事实的认定、证据我们怎么取舍，其实我们在约询的过程之中，我都有回复给高委员了，但他不接受啊，还是感谢惩戒法院啊，就是给了我这个彰显正义价值的判决了。这是陈龙祥因为这个案件第二摆互弹劾，迄当时捌引起检察体系反弹，未少检察官发起连署声援，一摆搁一摆协判无受顶界。陈龙祥表示感谢，也希望监委唔通搁上诉，实际打电话予当初提案的监委高永成，结果进前无处理回应。记者综合报道。